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边巴次人结束印度东北部之行返回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祝贺新当选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副议长；中国政府反对墨西哥议会组建支持西藏小组。藏人代表团在欧洲开展游说西藏活动，驻巴黎联络处接待第43任萨迦法王，驻加德满都代表访问尼泊尔藏人学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秘书处主席参访驻台湾办事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在圆满结束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尔恰尔邦、梅加拉亚邦和纳加兰邦境内藏人社区为期2周的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三返回了印北达兰萨拉。司政边巴次人表示，作为印度这个伟大国家的客人，访问上述地区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旅程。上周五11月11号，司政边巴次人在达汪县向该县各级官员发表讲话，感谢阿鲁纳尔恰尔邦各级官员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同时强调了2个社区在保护共同文化遗产方面的合作。结束对阿鲁纳尔恰尔邦境内的各藏人社区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人于上周六11月12号晚间抵达印度梅加拉亚邦首府西隆县展开访问。在途经阿萨姆邦首府古瓦哈蒂时，司政边巴次人在该市会见了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先生，并就双方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流。在抵达梅加拉亚邦首府西隆市后，司政礼节性地拜访了该邦首席部长康拉德桑马先生，随后会见该邦秘书长菲利普斯·瓦朗先生和其他各级政要。在参访西隆藏人社区期间，司政边巴次人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卓玛女士和西隆藏人社区行政官员白马敦珠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该县荣耀广场的西藏市场、藏人社区行政办公室、地方议会、西藏自由运动协会、藏医力算学院西隆分院和桑布扎藏人学校，并与工作人员和学生进行了互动。结束对西隆藏人社区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一11月14号上午抵达纳加兰邦的迪马普尔市继续进行访问。在参访该市的藏人社区以及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后，司政边巴次人圆满结束了此次对印度东北部各藏人社区的所有访问行程。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当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致函祝贺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藏裔议员普芝嘎布切女士当选为安大略省议会第43届副议长。议长和司政对普芝嘎布切女士成为第一个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的藏人而感到欣慰，并祝贺她在任期内一切圆满顺利。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人还于11月14号致函祝贺斐拉多·米罗舍维奇先生当选为智利众议院议长，并感谢智利众议院多年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和声援。另外，在墨西哥议会于上周二11月8号成立支持西藏小组后，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次日派官员访问墨西哥众议院及会见众议院议长，反对墨西哥议会组建支持西藏小组，并要求在众议院中挥舞中国国旗。针对中国的荒谬反对意见，墨西哥议会议员萨尔瓦多·卡罗·卡布雷拉先生强调，中国政府的反对声是西藏人民在道义上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影响，反对中国的种族灭绝政策的事业得到了认可。
of One China. 此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巴雅培、乌嘎仓玉珍女士和汪杜多杰先生组成的代表团，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的陪同下，于本周三11月16号拜会了捷克共和国议会众议院主席、亚太部副主任以及布拉格市长。在与上述领导人的会谈中，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向上述政要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呼吁他们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本周一11月14号，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代表赤列曲吉女士的陪同下，参加了在捷克参议院举行的以捷克和欧盟为解决西藏危机可提供的支持，以及解决西藏危机是否符合欧洲利益为题的座谈会。这场会议由捷克参议院副议长吉特卡·塞特洛娃女士和吉日·奥博法尔先生主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于上周陪同著名的国际法专家迈克尔·范沃尔特博士在欧洲各国发起宣传西藏活动。在对布鲁塞尔访问期间，迈克·范沃尔特博士与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会见了欧盟和比利时的议员，并以国际法的角度就藏中冲突以及国际社会解决冲突的义务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此外，应法国萨迦协会的祈请，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3任萨迦法王智慧金刚仁波切于上周五11月11号开始，为期3天，在法国的日巴热列林佛教中心主持了为期3天的年度普巴金刚法会，并在最后一天向约550名藏人和各方信众传授了普巴金刚灌顶。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处和巴黎日巴佛教中心联合安排了此次萨迦法王在法国的相关访问活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代表阿汪屈珠仁波切于上周三11月9号参访了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琅杰西藏高级中学和松赞西藏寄宿学校，并向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学生介绍了西藏议题。在与上述学校的学生互动期间，代表阿汪屈珠仁波切谈到了与西藏有关的话题，以及喜马拉雅社区也共享的西藏文化遗产。他还谈到了源自古印度那兰陀传承的藏传佛教，以及保护西藏的语言、传统和习俗的重要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秘书处主席纳丁·马恩扎女士率领的代表团，于上周四11月10号礼节性地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受到代表格藏坚参先生和工作人员的隆重迎接。驻台代表格藏坚参先生向代表团提交了一份介绍中国政府近年来对藏传佛教实施的系统性镇压政策，以及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中英文报告。本周一11月14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秘书处主席纳丁·马恩扎女士、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副总干事舒度大达牧师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先红先生和秘书长邱玲瑶女士、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米久玉珍女士等一行7人拜访了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先生。在会晤期间，米久玉珍女士向上述政要介绍了当前中国压制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以及不断恶化的人权处境，并呼吁美国和台湾为首的民主国家继续支持西藏境内外藏人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及其斗争事业。与此同时，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藏坚参先生和工作人员于本周四11月17号上午在台北拜访了近日访台的藏人行政中央前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第11世噶尔登仁波切。
格尔登仁波切在互动期间称赞了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和工作人员在台湾持续受到中共武力威胁并引起全球关注的时期，积极展开倡导西藏自由事业的工作。代表格桑坚赞先生祈请格尔登仁波切参加今年12月10号在台北举行的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的庆祝活动，并承诺在仁波切访台期间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